後來，過來是有關到台北市長的選戰，民進黨的參選人沈碧容今仔日舉行政見發表會，以心為概念，推出着5大政策主題，佮甲蔣萬安化話，希望伊的心會當放佇台北市政。蔣萬安是用數字來反擊，強調市政的成效。現場攏是撲克聲加喝油聲。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容今日透早舉辦政見環境的發表會。上個禮拜我說台北要順起來，今天我就把方法告訴大家，方法就是心，就是 heart 這個字。市政有沒有用心？市民每天說真的都看得到。強調有心才能管理好台北。沈碧容的5大政見包括空間、時間、陪伴、陪聊和強化城市韌性，親像推動 T-Pass 納入共享機車，推動結婚生囡仔主體厝和青年主體，嘛甲中央合作推動老人主體延壽計劃，嘛找專家學者來鬥背書。另外一邊是要拼連任的蔣萬安人佇咧遮。今天我們999首度完成簽約儀式。巧合都更案要改造舊垃圾的社區，台北市長蔣萬安講要專注市政，不過進前地方邀請到東部助選，對手沈碧容有話要講。他要到哪個縣市，或者說他要輔選，但都是個人的選擇。但是呢，我們還是希望他的心能夠放在台北市的市政。公辦都更，我們推動都更8件，所以過去這3年多，我們平均每一年都更報告案件都是上任前8年平均的2.4倍。蔣萬安提出數字，表示市政成效。北市府面對選戰嘛開始動作，原發言人請示由副發言人歸本選接任，嘛傳出市府團隊有意思什麼節目。少年媒體工作者加入蔣萬安的競選團隊，漸漸啊有一個形出來。我想關於經辦或任何選舉的議題，我想屆時如果有確定，就會跟大家做報告跟說明。選戰特別開始到達700天的日子，蔣萬安團隊重新整軍，沈碧容嘛開始來講出伊的願景。